吃嫩草哈。我的虫草，我的牛肉呢？刚吃。我在老家，我在村里面，我上次跟你说了嘛。可是你上次也说你会找人帮我寄呀。你寄的话，我明天找人帮你寄啊。我寄，因为我26号就去山东啦。你去呗。我的家人们等着收虫草啊。我本人不在的话，你相信人家吗？我相信。如果假虫草进了的话，不关我的事哦。不是啊，你不是让你朋友给你寄吗？是朋友，但是现在的人有些朋友不能相信啊。那你什么时候能回去啊？有问题。上次有一个朋友骗我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回去？昨天晚上我的作品里面你没看到吗？我那么辛苦，真的是，你一点都不理解我吗？真的是。那么辛苦找媳妇儿，找了108个媳妇儿了。最近我一直拍俺们调，就这样。这个是昨天拍的，还有这个拍了。最近一直草原上去牧场里面，你看嘛，脸都太阳晒了，都是红红的。牧场上肯定有牛，那你先把牛肉寄过来。现在牛不能杀呀。啊？现在牛我们不杀呀。不吃新鲜的牛肉干。牛肉干这牧场里面没有呀，真的没有。我一定要去这个传统市里面。好吧，那你辛苦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回去？牛肉干15根野生虫草，这个是放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好好保障，一起记得啊，亲爱的一笑。我不着急，主要是我们家有个叫拉毛布的哥哥，他上次的不是他上次的虫草已经吃完了，他最近顶呱呱不起来了，他想继续续上。那么想寄的话，15根虫草我就先寄给你嘛。可以，他主要是他现在顶呱呱不起来了，他没有虫草补的话，他补不起来。明天星期几？明天是星期3。那15根虫草我明天寄给你啊。哈，谢谢。那哪天能到啊？说不定啊，5、6天就应该到吧。5、6天啊？上次几天就到了，你知道呀？我寄过好几次。可是我26号早上7点就飞到山东了耶。你山东去干嘛？又找到了一个新男朋友吗？那是我哥哥，不是我男朋友。我哥哥大舞台开业。你千万不要找男朋友。你哥哥开业大舞台时候，我可不可以参加？可以啊，你也可以来山东啊，一起参加。那出场费有多少？友情赞助，都说了是哥哥。哥哥是哪个呢？光头那个吗？对啊，就是那个我北方哥哥。哦，北方哥哥在山东开了一个演唱会吗？就是开大舞台，开幕式。不是演唱会吗？不是演唱会，但是有很多的嘉宾上去唱歌。哦，那这里面有没有藏族嘉宾？应该会有。那藏族嘉宾他有的话给我联系嘛，我也可以来呀。那你直接咱俩一起去就好了呀，我就说你是家属。咱俩一起去的话，如果我的刹车给你上面切了的话，那我怎么办？你的怎么？你的刹车在我坏了？不是我的刹车，我们两个碰在一起时候，我给你上面刹车切了的话，哎。你把我刹车切了？我的刹车，不是你的刹车。你是怕你自己刹不住车啊？哦，山东我们两个一起去的话，我的刹车给你上面拔上，这样的话那怎么办？那刹不住就刹不住呗。不怕吗？主要是什么呢？你开的不一定有我快。好，你追不上我。出场费我们私信里面说。没有出场费，我们就是友情赞助，都是好朋友。你们是好朋友吗？我们两个不认识呀。那我为什么？你
你可以来我们这边免费可以来吗？可以啊，我们俩也是好朋友啊。那多好，真的，我也不需要飞机票那些都是我自己出。对呀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酒店什么他们给定。那我也这边西藏这边开一个演唱会，那个广告会来吗？可以啊。免费可以来吗？可以啊。你看我肯定去。你那么确定吗？你为什么那么？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。难道你不是我的好朋友吗？肯定是，我是你最重要的朋友嘛。对呀，我们都是最重要的朋友啊，我肯定去啊。我们两个是最重要的朋友，但是你心里面谈来谈去朋友那些多的话，我有点生气，真的。我哪有谈来谈去？我跟谁谈了？好，都是朋友 ，we are family, we are friendly。friendly 什么意思？就是朋友的意思，友情。我 family 什么意思？ family 的意思是一家人 ，we are family， 我们是一家人。我要 family。再说了，你还说我，你都52个老婆了，我一个老公都没有，你还说我就是顶多跟小哥哥拉拉手聊聊天，你倒好，你生了好几个了，你都。你吃过没有？那有我们藏族里面的有一个，藏族山上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小小的比目。欢迎我竹之旅哥哥，小小的什么？比目你吃过没有？比目鱼啊？哦，没有。不是鱼。那是什么？白色的小小的有一个比目，对身体特别好。比目。那是什么，家人们？你们知道吗？长在哪里？比目。你们给他那个评论里面打一下嘛，兄弟们，那个比目，对，贝母啊，贝母，宝贝的贝不是比目，宝贝的贝，宝贝的贝，母亲的母，来跟我读贝母，听过吗？没有啊。好，吃了会怀孕吗？啊？吃了会不会怀孕？大比目吃的话有可能怀孕，小比目吃的话不会怀孕的。大比目吃了就能怀孕啊？对，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太高了。吃了以后没有男朋友也会怀孕吗？有些这样有大比目。我的天哪！那个大比目，那我以后那个大比目，你想吃的时候必须要我本人来让你吃，我本人不来的话，你不会怀孕的。我给你带过来大比目。我不用，我吃个小的就行。大的我不喜欢。那有小的我可以寄啊。你给我寄多少？有实力吧，看着实力。那他，哎，那么痛。你是怎么了，港子？你怎么那么激动啊？你笑什么？真的是。让你在这胡说八道，你看，报应来了。你这个胡说八道。你寄东西太慢，主要是你寄东西太慢了，我们等不了那么久。嫣然他是真的喜欢上你了，他喜欢他52个老婆，他想让我给他当第53个。比目你想吃的话，我可以寄。什么时候寄啊？什么时候？今天晚上看你的实力。不是，我要赢了以后，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发出来？明天可以发。明天就可以发笔墨。现在我问一下啊，有没有？路上至少一个星期。有一个，他专门买笔墨的一个老板。笔墨，家人们，笔墨你们吃过吗？贝母，这个我真的没有吃过，我不知道功效是什么耶。感冒呀，嗓子不舒服呀，我们平时直播说话多了嘛。里面开水里面虫草和笔墨一起泡的话，对特别好，真的。没用的男人才会不喜欢嫣然，朱哥说的对。还有就这个笔墨里面泡一下那个蟹盖的，就是这。
黑嘎了，这些了。这个对身体好，止咳化痰啊，对嗓子好。孙悠悠也觉了。这么个就是嘞。这样嘛。送啊了就是有的。哎呀。我也可以。我送的你妈穷个。一斤1500啊！哎呀，我呀，好几千一公斤。所以亚洲鸡有来的。对西藏人有用，南方人没有，是吗，朱哥？要公才对的。他是藏族人啊，西藏藏语。他这这是给打出来的。给大家发个福袋，我们点个关注，亮个灯牌啊，谢谢。好的。有点贵哦。谈妥了。你应该今天晚上没有吃这个实力。就是我们南方人能吃吗？南方人。南方女方都可以吃。不是南方女方。男的女的都可以吃。南方人，比如说广东人、福建人能吃吗？肯定可以吃。广东人不是人吗？那个竹哥他说的也对哈，是人都能吃，应该都能吃。多少钱一斤啊？最好的1800多。1800多一斤啊？对，这是最大的。我没有那么大的实力耶。没办法，没有实力的话打个小一点吧。今天我怕，要不然今天这样，咱们俩打个榜30。榜30、榜20，我从来不打，我没有文化嘛，我一个名字不会叫嘛，所以就你赢了，真的。我这边支持的人特别多，我都懵了，他们也懵了。你要锻炼自己，你不能只会打总榜啊，你要锻炼自己的凝聚力，懂不懂？就总榜我会打，真的会打。那你这样永远都没有凝聚力，全靠你家那3位大哥。12号你去唱歌吗？是，对，12号我要去德哥那边有演出，藏历15 12号。就这样。左上角的福袋抢一抢啊，哥姐们，点点关注。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小小的打什么？你说，我听你嘞。我看你的炒菜怎么样？今天晚上我看你。你就想让我炒菜？炒菜，如果你自己吃，炒完了我就在家炒。外面不能出去吗？可以啊。我在家炒。炒完了以后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啊。好，吃光。吃光就吃光。吃的时候速度不要太慢，就像大叔一样吃。那你要输了呢？我也输了，到外面去我就跳舞。你要输了的话，你就记贝母，记5斤。5斤？怎么啦？1斤除以1800块钱，5斤多少钱？你想一想嘛。那你就9000块钱。那你就先去炒菜吃个菜，我就记个笔墨，你想多了呗。真的是。你这讲嘛的今年装嘛的，别你妈了，今年他又开始骂人了。今年来嘛个看那个今年装嘛个全今年装嘛个。你骂了我看那个鸡鸡。不看个孙友看个看了看个拉子看个。那个是不看那个鸡鸡，看了不是人的，看了懂不懂？谁就当着面去。谁来懂了打鸡鸡？你骂了个鸡鸡，就有那哪个可懂？打了口，你打了个口洞。俺有开了嘛，就要么个俺有一个。俺要买了个起了个空了的。怎么空了个起了个空？陪你妈了这，玩的不是一般兄弟们。陪你妈了中。莫干那三马鸡陪我三马鸡。三马鸡冒了个公。怎么公开？我是。
讲多了这个声音。家人们，我也学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就你会说，我也会。你说马了个公，亲了个开，什么意思？亲了开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不是。就公开的意思，不要少记一点，4斤8两。4斤8两，可以啊。我们不是所有的榜一到榜30，一人发1000块钱红包，可以打。我们是打物资，不打红包。你妈了冲！你妈了冲！不是你妈了个冲！你妈阿喽！你妈了个冲！阿西！叫人家演个，人家没来的个叫，不要你妈了冲个。你妈那个中了个冲！人家演的我们人家梦，你是人家梦。你家梦？不是人家梦，是家梦你。你家梦你？对，你是家梦吗？你也是家梦。我是男人，怎么可能变成家梦了？家母是什么意思啊，家人们？家母是汉族姑娘。我是男人，怎么可能变成女人了？那男人怎么说？男人就是不织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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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你不是个不织布。哦，对，我不是个不织布。你是个不织布吗？我是咋的？你是个不织布。你是个破了没了。你是个破了没了。什么情况？哎，对，你是个破了没了啊！你是个破了没了。对，你是个破了没了，我知道。破了没了是什么？破了没了是最漂亮的意思。OK。给我解释解释破了没了，家人们。他说你是个婆娘。不对。直播。绝对不是。绝对是，你放心。男人是菩萨。不是菩萨。不是菩萨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以后跟我说什么我就重复。不用重复。只要你骂我，我也就骂你。前几天我亏大了嘛，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公平说，前几天我特别亏大了，真的说实话。你不要说亏大了，愿赌服输。我就给你寄北木半斤，我输了的话，我寄给你北木半斤。半斤可以吃多久啊？半斤可以吃差不多4个多月。啊，这么多啊？真的多。哦，那半斤让我怎么分嘛？让你跟大哥们分嘛。对呀，半斤拉毛布哥哥，咱们一人只能分1两2两。可以分呀，多得很。半斤，泡水喝吗？开水泡着喝吗？就是，但是如果我喝了怀孕了怎么办？鼻子什么怎么了？没怎么了，我很好。昨天拍视频去了，烧太阳了，脸有点红了。对，泡开水里面喝。然后这个开水里面那个笔墨一起加个虫草一起加个笔墨虫草2个，然后加个糖，白色的有一个，透透的有一个嘛，这个叫什么？透透的白色的有一个嘛，黑嘎啦，我们这边叫黑嘎啦。黑嘎啦，像白糖一样。白糖？对。咸的甜的？肯定是甜的呀。冰糖？对。啊，冰糖雪梨炖贝母。对。哦，明白了，止咳化痰润肺，川贝枇杷膏。
对，这个特别好。这个贝母啊，我知道了，川贝枇杷膏，京都念慈庵，我知道了。对，冰糖。对头。贝母、止咳化痰。虫草，这3个一起泡到开水里面，喝的话，你的肚子和你的嗓子、你的身体、你的精神那些全部安全的 ，Let's go！ 我们为是呢，刚出巴定市苍阳山的一个男子哈，他坐在的位置地方，吃的、喝的、穿的那些都是正宗的，没有假的。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个问题，港赤？你为什么每天又吃虫草，又吃贝母，又吃牛肉干？为什么你52个老婆只有2个才怀孕？就是秘密不能说，全部话语给你告诉的话，他们都互相知道了的话，你天大家不能告诉这个，只说2个，其他不说了。52/2，25%，概率太小了。什么概率太大了，所以就是有概率太低了，概率太高呀，不是低呀。哎呀，家人们还是不太行啊，那2个还是不要这么说出他的伤心处，不要这么说，家人们，那2个不一定是别人的，有可能是他的。发动机不行。那些事情你不用想来想去，那些事情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你不用管，你管你的事，我管我的事，好吗？好 ，OK，好的。我知道你很喜欢我，但是我们2个没有机会呀，真的没有，是没有机会。我在西藏，我喜欢发动机好的。把那个事情不要说，一笑。不说了，真的是，好，都是好朋友，给你尊严面子留足。天晚上说这个话，不说了，你多喝点，多补一补啊，港赤。对，补了，已经不喝了。多补一补哈，多补一补。不用补，已经不喝了。好。还有我们的西藏里边有一个红色的那个叫什么？别你妈了，叫菜豆。那个菊花茶喝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个红色的小那个叫什么？枸杞。枸杞多得很，正宗的枸杞。枸杞我们也喜欢，保温杯泡枸杞。枸杞、贝母、虫草，冰糖，就这4个搭配的话，没什么说的。我要枸杞，来100斤。藏红花和枸杞一起，搭配可以更好。一样来50斤。枸杞一斤多少？我问一下啊。不用太多，一样50斤，凑个100斤就行。枸杞你需要100斤。那么多干嘛？大哥们要补。我让咱先都讲嘛，枸杞谁了？高建哥不夸张，打榜100，一人1斤。好。这个200到300左右。他们说6块钱1斤。让他们去买嘛。真的，假的挣不了，真的假不了。我们这边都是原生的。藏红花可以，来10斤就行。不是藏红花，我这边有没有不知道。我说的是枸杞。枸杞200一斤啊，280、240这样打着1斤。是哪里的？西藏的吗？肯定是西藏的呀。黑色的还是红色的？红色的枸杞是红色的。也有黑色的嘛？黑色的我对身体不好。红色就红色的嘛，200就200。你不相信？你不相信？我现在给你打视频看，这个是枸杞，这个是比目，这个是虫草。现在我给你打视频，这样可以看呀，真的是，我们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，什么都有。
什么都有啊。Let's go, come race 呢。那你们那个地方有我们山东盛产的黄金那么多吗？我们山东可是黄金生产量最多的。黄金都是我们热气里面寄过去的。黄金是我们山东这边的，不是我们一龙通康里面寄过去的，是我们在地里边挖出来的。地里面没有黄金啊。地里边有黄金，有矿，有金矿，就在我们烟台蓝山金矿，全国第一黄金出产量就在山东烟台。不是，矿全部我们西藏那边寄过去的，天龙全部一个两个100个200个。我们山东黄金的金矿还要从你们西藏来寄吗？矿都是从这边寄过去的。都是我们山东烟台蓝山，你知道吗？蓝山我们有金矿。如果我们的矿不在内地的话，你们没办法做那个金子。你们西藏高原，西藏那么高，哪来的黄金？你不相信，真的有。你什么都有。肯定有嘛。黄金、北京，还有那个松、饶、胶，什么都有，凡是有。他说的是黄金。他说的是黄金啊。你需要枸杞吗？还有那个笔木，我都要。可以，枸杞半斤，笔木半斤，如果说了的话寄给你。让我们怎么分啊？我们这么多大老爷们儿都在这，怎么分你自己看。我们这么大老爷们儿干瞪眼啊！什么干？烦死了，真的是。那你喜欢吃人参果吗？把这个人参果。我什么都喜欢。人参果也是我们延伸的。昨天晚上我煮了，你看吧，延伸。人参果，这个也是就这么吃啊？这个也是地下种的，这个也是我们一根一个挖出来的，很难，辛苦的很。港吃会不会有可能你补的太多了，就是补的太杂了，所以才导致你现在紊乱了？不乱呀，我身体安全呀，真的。就是你有时候补太多了。一次性做50个俯卧撑没问题呀。哎，不是说做俯卧撑，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这个人参果。哎呀，好不好吃？真的好吃的嘛，不是一般。我们藏族里面，糌粑和人参果，牦牛肉最特色的，真的说实话。我要喝牦牛乳。人参果我们藏语里面叫卓玛马克。你有很多藏族朋友们问他们嘛，卓玛马克是什么样子的吃的？现是领导重要的客人来到家时才做这个饭，平时没有。真的说实话，我都要。我要人参果，我要贝母，我要藏红花，我要枸杞，我要牦牛乳，我什么都要。我都要。你今天太大了，不行。我都要吃。家人们、哥姐们，我都想吃，我好想吃。他说完以后，我这些都想吃。饭是太好吃了，这个。明天就给我寄。可以，人参果可以寄啊。还有枸杞，还有贝母，明天一起寄。一个一个打，全部不打。打2种，今天打2次，一个打枸杞，一个打人参果。好。贝母先不打。好。接了。如果你输了的话，给我寄什么？我们山东只有黄金。黄金不用，我需要个好的声卡就可以了。叫我这种的吗？对，就这样的。像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有，几万块钱的也有，几百块钱的也有，几千块钱的也有。我说实话，不需要几万块钱，也不需要几百块钱的。那我不打总榜，能不能打榜30？榜30我真的不打，
榜30，因为我文化太低了，我一个一个的榜上的大哥们名字不会念，所以他们就懵了，我都懵了，真的。我人气特别好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们两个打 PK 的时候，平均70%，我这边人多，我相信。但是我们的家人们大部分都是藏族的同胞。那我们3局2胜，可以3局2胜。就是如果我输了的话，你就要听我的，我说打什么你就得打什么。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说了我就可以听什么，但是你不能说那个榜30、榜20不能说。那我能说什么？榜10可以说。凭什么？榜10总榜可以说。都打你擅长的。还有后面的有几个留下来的有一个票看着吗？这个我不懂。我不懂的那些你也给我理解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不管第一把我可以听你的，可以打个总榜，但是后面的谁输就要听谁的，我不可能全部都听你的吧。第一把是我们两个是打3局连胜嘛，3局连胜里面需要打3次嘛，3次都是总榜，然后第一把我赢了。凭什么3次都打总榜？肯定要打呀。第2把和第3把输的来定。下一把你想报仇的话，你说了可以算呀，但是不能说那个榜30，其他都可以接。Let's go。除了榜30，其他都可以打是吧？哦 ，OK， 来嘛。OK， 你说的啊。3局连胜3次都是总榜啊。你不是说输家来定，除了榜30都能打吗？怎么又全是总榜？我的意思就是把这第一把3局连胜打完了以后，如果是我赢了的话，你说了算。Let's go。3局2胜打完了以后，我说了算，我都打完了，我说个算个锤子啊！什么锤子什么？不是3局2胜打完了以后我说了算。对，3局连胜，如果那个3局连胜我赢了的话，你说了算。是不一定要我赢呀，不一定要你赢呀，对不对？这个看运气嘛。等会儿3局2胜第一把我可以听你的打总榜，但是从第2把和第3把是由上一把的输家来决定。对。啊，对，怎么上叫做3把都打总榜啊？对。是第一把打总榜，后面2把由上一把的输家来定，对不对？不是。3局连胜有3次嘛，对不对？一共打3把。对，3局连胜是不是3次？对。如果2次我赢了的话，我赢了嘛，不用下一把最后不用打嘛。啊，对。对，在你说了下一把你报仇的话，你说了算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比如说第一把打总榜啊，我输了，那么第2把打什么要听我说。哦，对，我的意思就这样。哦，对，你吓我一跳，还3把打完了再听我的。开会，第一把总榜来开会。5分钟的吗？10分钟的？10分钟的，我们先开个会。10分钟的打30分钟吗？呀，大马拉加蒙对他给不能叫不要你妈了，喂，好了，这个没电了。今天那个说惩罚，你说。我输了的话，我给你寄多少个枸杞？寄10斤枸杞。10斤枸杞吗？10斤枸杞，10斤那个，你那个多少钱？吃的那个人参果。那2个是分开啊。10斤枸杞打的话，10斤枸杞打；10斤人参果打的话，10斤人参果打。人参果多少钱？不告诉你，反正是好吃的东西。你不说我怎么跟你打？80多、100多，各种各样的有。这个也是80多、100多、100多。对。家人们，你们要人参果还是要枸杞啊？还是要贝母啊？家人们，我们选一种来。贝母先不打，刚刚说了嘛。为什么不打？
我问问大家，你们要枸杞还是要人参果，还是要贝母？家人们，我问问大家，我们选一种。贝母大的话，只能就打半斤。我先说好，贝母大的话，人参果大的话可以打5斤，枸杞大的话可以打5斤。Let's go。最少10斤，5斤我没法分。啊？5斤没有办法分。5斤多得很呀。那你要我多少钱的声卡？3000以上。3000以上 ！Let's go。因为上次我亏大了嘛，你一点点存在什么嘛？你上次是上一次的，不要老是上次的。上次本来就你输了，你要愿赌服输。可以，2000到3000中间，3000以上不用。2000到3000，人就是公平。上次我亏的不是很，枸杞，你刚才说80块钱1斤，对吧？亏的太大了，真的，但没事。80块钱1斤，10斤才800。啊？枸杞，你刚才说80块钱1斤，10斤才800。枸杞有各种各样的啊，不是人参果80多、100多，各种各样都有。枸杞买不来80多，说实话。怎么可能？枸杞不对等，必须要对等。枸杞280到240。枸杞280。人参果80啊？对，80到100，各种各样的有。那人参果来10斤吧。人参果10斤，我除以80，可以啊。那我就给你寄1000块钱的声卡。1000块钱声卡不行。那就10斤人参果加10斤的枸杞，我给你寄3000块的声卡。10斤人参果是吧？10斤人参果，10斤枸杞是吧？枸杞10斤，这个我可以打了。肯定他赚了，他答应的这么痛快，他肯定他赚了。那寄2000块钱的声卡，真的可以打了。那2000块的声卡，10斤人参果2000块钱的声卡，借。加10斤枸杞，加10斤人参果，还有2000块钱的声卡。对，借不到。你想多了，真的是那么简单，怎么可能借得到？那么贵的东西都是衍生的，那些都是一点的没毛病，知道不？枸杞我们不用太大的，枸杞小点也行，反正营养价值都一样。枸杞不用太大的，枸杞最少是240多，真的，最好的是280多。你除以最少的，你说的那个240那个除以，他们说30块钱1斤。不好意思，我没吃过30块钱的枸杞，真的没吃过。你拿出来我看看长什么样。现在不在呀，家里没有。你家什么枸杞什么品种的？为什么这么贵？你来西藏你自己去挖一下嘛，多难，再就知道。也是挖出来的。不挖的话谁会给你的？枸杞挖的时候更难，手上里面打个刺木，这样超绿了，哪怕那些痛得很，手那些。zero 人的上个别你妈了总。些都他们说的，你干嘛干同去别你妈了，从喇叭同去骂些的了，对俺们这个啥么？手都花了，血都出来了。我觉得跟挖出产跟枸杞挖的难。那我们不要野生的了，要种植的就行。种植的枸杞，没有30块钱1斤的就行。种植的枸杞我去哪里买？他说的对。了，种植的枸杞我从来没有吃过。哪里有？你们知道吗，兄弟们？种植的枸杞，最多我们要60块钱1斤的就行，要种的就行，有卖的，市场上有卖的。枸杞的事情你不懂，我给你寄人参果 ，Let's go。人参果多少钱？80啊？对，80到130，真的。那就10斤人参果，那我就只能给你寄1000块钱的声卡。
1000块钱生卡不好用哦，真的。那你要寄20斤人参果，20斤人参果，20斤人参果，那就2000块钱的生卡。20斤。20斤。打不打兄弟们？20斤人参果，打不打？就2000以上的生卡，你妈了说打不打？打得好扣个1亿。人参果是野生的吗？人参果根本没有假的人参果。那怎么他们那边卖3块钱1斤？不打说，但我们这边都说不打说了。那就打现场的吧。我们家对我们家也是这么说的。他们说人参果3块钱1斤。好的，枸杞30块钱，人参果3块钱，你们那些吃吧。所以就是你们去西藏的时候，天天光样翻译。就是嘛，你们吃的东西那些质量太差了，所以去西藏的时候，我是高烧发炎了，天天氧气养不住。我们去西藏刚入目前那些装了套安全的 ，Let's go 阿拉什么呀，喜马拉雅山。你们继续高声发言啊。我们至少一胎生一个老婆生3胎。对，人参果1斤3块钱的人参果吃，枸杞1斤30块钱的枸杞吃。我们一个老婆都能生3胎，你52个老婆才生2个。你不知道我的小孩有多大，我的小孩有几个男的几个女的，你不知道，我没有说过你呀，真的，我心里话没有讲过你呀，你怎么知道呀？真的是。我们一个男的有12个小孩，13个小孩，20个小孩都有，你们有吗？你没有啊？你说了，你和你哥哥。我们村里面有呀，有一个男人发誓，我跟你说心里话，有一个男人25个小孩，一个男人有25个小孩。那是你们村的男的，又不是你的。对，我们一个村的，10多个的多的不是一半。打个现场，不要你妈了总，3分钟续3分钟，人家来说不能做低俗的，其他都可以 ，Let's go。3局2胜吗？对，3局2胜，5分钟的3局2胜。5分钟的3局2胜。对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是5分钟的3局2胜。5分钟打3把。对。你打一个我看看来。来5分钟打3把，你打一个我看看来。就这样打哪3把？对，就这样打3把。怎么打3把？怎么打3把？3局2胜，5分钟加5分钟加5分钟，总共有15分钟。这一把打完了一个。你要说每一把都打5分钟，什么叫做5分钟打3把？对，每一分都打5分钟。那么第一把打什么还没有说？第一把打总把呀。第一把输了的人决定下一把打什么，对不对？下一把输了那个定吗？对啊，输了那个定啊。Let's go， 我重新发。发呗。来，家人们，第一把总榜咱们有什么上什么啊！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辛苦了哥哥姐姐们。第一局总榜啊，做好准备，咱们有啥上啥，前30秒翻倍啊！别说话。关注没这个关注带着我。做好准备，哥姐们啊！来3。你忘了吧？出了这个肉顺才冒掉了个刀个头。3、2、1，闭麦！打兄弟们！直接开，所有的大哥大姐帅哥们，打总吧！上墨镜热气球，兄弟们！感谢成都店大哥，谢谢大哥送来的雷克萨斯5700保时捷。昨天晚上刚直播的没有直播，今天晚上刚直播的，难念的是直播一下啊，兄弟们，不要你妈了，做保时捷热气球，墨镜大的、小的、中的，有什么上什么，所有的大哥大姐帅哥们，你们对面跟上来了，兄弟们一起加油一把！是，开炮！现在是加成双倍，
哎呀，兄弟们，现在小星星墨迹加油，小星星墨迹加油！我们的榜一大哥我已经回光了啊，榜一大哥我们早就回光了，不是我今天晚上回光你的，我们早就有回光了。榜一大哥今天晚上有4000票，4000粉丝，能不能跑一下4300？家人东部队的粉丝一动身价走路，一动身价，你们能把3、2、1。榜一、榜二、榜三、榜四、榜五、榜六，一个一个的拉粉丝，你们不用着急。我这个港车把的看弄的这个子的走头当呢，他这么子你还要嘛的啊？你们能吧？不，你们还老错还要嘛的。家庭去看你哥哥错，黑米都小心起来的，接入的黑米都小心起来的，没送到抓这个杨梅这个没这个这个就弄，这个弄才比就人个穿的港车把的我把个咱妈的能这个走，人没个多开的接入些。别的我个别去卷啊，你把它能让人写上去，别个能用啥把的钱能把个年浪的大球都年球，现在你扎的这个看你哥哥错，这些得来才算能用这个就同齐。对俺能把从嘛个来个能就俺让个了给了改验到东验，怎么看上了改验到东验写就对了，改正也比穿这个钱的你钱能把能用的扎的钱有，才人家弄改正钱。日期就这，你们能把日期就加上面一个日期就，一个日期就加油兄弟们。3个墨镜，感谢扎西点了，一个日期就，你们能吧？黑米的叫的没的，黑米的，不拉着叫个这里送的个就别嘛了，从没的黑米的嘛讲，家常嘛咱俩嘛的干嘛接一招子接到个这个黑米能吧？打上黑米上日期就，这个破了，看把没有上来了，最后2个墨镜，最后1个墨镜，感谢我们的订阅多姐，谢谢一冲着。干点去，要求马路车人这个就要求干点去，天马东北去家常的，俺这两车的，像你哥哥说，天马东北去家常的两车的，干点去，主播，这是江村，干点去，订阅多姐，干点去马路，干点去，江大大哥，谢谢。破了送这个去，不要你妈了，从3、2、1的时候大家一起开兄弟们，3、2、1的时候，3、2、1做的干到农家去的个是开呀，你妈了从，干到农家去的个是3、2、1，开兄弟们！现在是加成双倍，兄弟们加成双倍！保时捷私人飞机日期就有的话，现在打兄弟们！你妈了，这大哥刚到农看起的个子单的看了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感谢兄弟们的支持，一起加油，兄弟们，一起加油！有没有保时捷私人飞机？兄弟们！保时捷私人飞机干嘛讲呢？不要你妈了，这加成节目有嘛都看你哥哥做，感谢江大哥。破烂的叫个这里兄弟，欢迎康巴纳的兄弟，欢迎战斗大哥来了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一起加油！别你妈了，这大哥同学越对比告诉都在记的些呢，结果有什么子？大哥都没猜的都在记的些就嘛的，一起加油，兄弟们！还有20秒的加成，秒年很个秒叫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保时捷私人飞机有的话，现在一起加油，兄弟们！你妈了，这那么多去普鲁西呢，像你哥哥做干嘛？你今天上头接咋的不呢？破烂的叫个，感谢康巴面下兄弟，谢谢我的榜一大哥，感谢康巴面下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现在加油，兄弟们，现在一起冲出一把，兄弟们，现在一起冲出一把，把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一起加油一把，不要你妈了，做投他节菜的，你们那么投他节菜的，不要你妈了，做投他节菜的，今天上头。感谢榜一哥，谢谢兄弟，破费了！其他大哥大姐说给你们有没有私人飞机和保时捷私人飞机有的话，现在大兄弟们，墨镜小星星日期就，感谢我的榜一哥，谢谢大哥。破烂的叫个这里送的个就别你妈了这，感谢江大哥兄弟，欢迎137路大哥，够了，兄弟们，打够吗？别你妈了做够吗？讲么了得了东营以后有吗？别你妈了做有吗的？你卡可别东营以后有吗？讲么了做工，干嘛吃上看了节菜的？破烂的叫个这里钱能把送着，没这对么？别你妈了做嘛的？得了开始你这嘞，为啥么个真的？你别你妈了做干嘛去炒了做这里吧？钱能把？没够才就够大哦，我感觉这些。哦，我是别忙王子，对，别你妈了做，我这个不晓得，俺来把别你妈了做，两个，我们的榜一大哥是白马王子大哥，兄弟们，天天晚上港车把的支持的那个白马王子大哥，
卡总粉丝生动这些人，你一动就是的，多共一动身价看了糟糕了，行不能吧？一动身价没加么子关注给什么？没加个关注结果了。3、2、1，点点关注，没一动弄的，没加个白马王子大哥，朋友大哥的关注去接入行不能吧？破烂儿叫个谁呢？过去不要你妈了，怎么等去个关注接入行不能吧？江大大吉没人家个关注接入，家人你把江大大吉了，3、2、1，江大大吉没人家个关注接入啊！我卡住。江大大吉，818大哥没人家个关注接入，战队接入行不能吧？卡住。137大哥没加的上去个关注接入，没加的上去个137大哥没加的上去个关注接入，卡住。137大哥没加的上去个关注接入，家人一把呀，家人一把。呀，他家人我康巴妙香，点点关注兄弟们，康巴妙香点点关注，康巴妙香没加的俺去个关注接入，卡住。点上我们的帮流，顶子多级没俺去个关注接入，顶子多级，一冲着没俺去个关注接入，家人等把一冲着没俺去个关注接入啊，我卡住，家人结巴扎西江醋没俺去个关注接入，康巴那人没俺去个关注接入，家人给我康巴那人没俺去个关注接入，行不能吧？家人接吧。点点关注，积极点点关注，叫你点点关注，加上点点关注兄弟们，这个点点关注，叫俺点点关注，绝对点点关注，绝对点点关注，绝对点点关注，这个点点关注，别你妈了，这家人你咋地买的包了？让你干了都是卡住，家人你咋地给压到台了？没生气个关注去结果了，行不能吧？天朝呢，俺这个家人同步团结个了，家人同步了，他们一起给俺个关注结果，行不能吧？卡住，江大大吉点点关注，战队点点关注，137点点关注。137给压到家人同步，你把3把1把康巴多吉给压到对了，家人俺个来顶俺对了，没俺去个关注接着瞧瞧。比心兔子扣2，兄弟们，哥哥姐姐们，做好准备啊！做好准备。怎么打？开麦。怎么打？第二把。第二把怎么打？你说了。榜20吧，榜30我站不起。榜20。榜20吗？确定吗？我再开会儿会。不许偷听，我要再开一会儿会。好，闭麦开会。好，不许偷听，不许偷听。不会听的。好，闭麦。家人们，要不然我们就搞这巴灯好丑啊！他长得好丑啊，好丑啊，真的好丑啊！他怎么长得这么丑？我们就他闭麦了，我们就怎么开？没有开麦。咱们接下来要不要打个榜10？我怕榜20站不起，榜10可以吗？榜10可不可以，家人们？榜20不会站不齐吧？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说我们打榜10还是榜20？但是如果是打榜10的话，必须要一个保时捷站榜；榜20的话，一个热气球站榜就可以了。我不想让10位大哥压力那么大。哎，榜20的话，开麦。开完了没有？榜20。榜20，那先开会。开会。闭麦。家人们。家人年黑他们能把天马东北爱子开的，大人那爱子开多少个？家人同步你把3把1把2把2把3把7把9把10把7卷你7上9一卷啊7追7单9几这个年黑的那张明蒙个。275人个275压到对了，没年黑的他们能把家人同步你家人年黑压到的。干嘛没有大个的家人纠结这个年和上的，他关键切口。家人东部你把3把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，别你们阿拉做干的啷个接的个这里？
我要走的5千3千弄到哪了？남자 요나 남자 바우스지 요나 바우스지 르치주 요나 르치주 자르 녀가 그야 도터날 머리를 그 르치주레데 머리를 그 르치주레데 김남바 우차 산치가 농터날 우차 산치가 농터나 소도 다가다지면 우차 산치가 농터나 고야 쪼인데 머리를 그 르치주레데 다가 통적 남자 퍼도면나 남자 퍼도면나 바우스지레데 자랑 동보니 쩌와 야도텔 바우스지레데 쩌와니 녀가 야도텔 르치주레데你马路做啥去？假如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看着看着 ，OK， 是我要马路要去，赶紧去看你。比如我哥哥4个人了。把电影开会开的就装。中国人不骗女人，男人不骗女人。什么男人不骗女人？来，所有大老爷们儿，真正的男人不骗女人的。来一个热气球扣1，一个热气球扣1，一个热气球扣1。怎么办，哥姐们？你们不要骗我，你们不要开玩笑。咱们第2把 PK 很重要，第2把 PK 属于背水一战了，因为我们第1把已经输了，只能看第2把 PK 了。第2把 PK 再输了的话，我们就彻底完犊子了。彻底完犊子！不要开玩笑。哥哥姐姐们，有小号的话，把小号开过来，我们一人一个热气球。我自己就1个小号，所以我们还差19位哥哥姐姐们帮帮忙，好不好？开麦。开完了吗？10分钟。OK。来，哥姐们做好准备，我来发起啊。加成年有的加成年行不能吧？家们前30秒翻倍，我们一定要打出来。前30秒翻倍接。前30秒翻倍啊！来做好准备。5分钟加成3有。哥姐们一定要打在前30秒，一定要打在前30秒。来，我们现在先充值好，现在先充值好，一会儿一定要打在前30秒啊！哥姐们一定要打在前30秒。来，哥哥姐姐们做好准备啊！做好准备，我说上的时候咱们就开始上啊！来，3、2、1，大兄弟们，来兄弟们！快！你妈了！欢迎战队兄弟！你想吃冲草吗？吃不到了呀。右手拿10斤，右手拿10斤的东西。你这把没跟我打虫草，要是打虫草了，我一定会赢。好，你的实力慢慢看。首先把你准备做惩罚3分钟虚拟，虚的来呀。右手拿10斤的东西，左手拿10斤的东西，站着，我让你干嘛就干嘛，说什么就说。哪有10斤呢？自己想个办法找呀。我帮你找吗？10斤就10斤，我把我灯搬起来，来。真的是这个女人。真的是你不是个男人。先放大，先放大。我不是个男人，那我是个谁？那我不是个女人，我是个什么？哦，好沉啊，这个。瞎干嘛？哎呀，好沉。不是，那我就没有手拿麦克风了。话筒放在桌子上。喂，能听到吗？听到，声音大一点叫。你把这个条件都没有，还敢跟我一起打 PK？还真不，真的是。哎呀，好沉啊，真的拿不动哎，太沉了，快点。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，这个没有10斤。这个有，这个真的很沉。盆子里面倒个水拿过来。没有盆儿，家里没盆儿。真的，这个真的不算。这个我听过，没有10斤这个。这2个加起来没有10斤。那这个吧，这个有10斤。哎呀，好重啊！哎呀，好重啊！这个好重。你会不会做惩罚？这个真的有10斤了，我不骗你。没有方式，没有。你去好好找去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你不要这么说自己嘛。什么都我懂啊！你骗我干嘛？Зарома, бе мало то. Чунди цома гал пенси за цас пора.
找。厨房也没有。想个办法，那我给你炒个菜好不好？不用，炒菜干嘛？不用，拿时间我就好好续3分钟，真的。这样吧，我把椅子抱起来，这个有20斤。这个有20斤。不用假装，这个根本就达不到效果，这个不用算。没有别的了。不，右手拿10斤，左手拿10斤，好不好？我没有，我就这个。你想个办法呀！10斤的矿泉水，空瓶子里面装个自来水呀。去，哪里有那么容易呢？挖得起做得起，真的。顶你看那个去，不要你妈了操！你妈了操！惩罚到位做个什么子？不要你妈了操！大哥大姐同学干了个我们家的是惩罚点我打上的了什么子？卡路音结婚了嘛我听不能吧？不要你妈了操！我今年带了你的大哥大姐同学干了10里月嘛，从节嘛，从节能卷嘛的，等前那把个关注角度，学出个了狗血个节下从种的，啊你妈了操！你没信？偏把面了那把脚了嘛，家人东部你可是家人接这个也到对了嘛，俺这个关注角度，对对公主把的直播弄的俺你我现在了，那从全部家子做的个子，人没事把这嘛的，我呀，等你 ，OK， 这个是10斤，再拿这种一个，你太坏了，不坏呀啊 ，OK， 抬起来。抬起来，就这样抬起来。呀！手这样抬起来可以吗？小管家，来帮我拿个手套。他那个家伙这3个，不要你。等会儿我垫点东西哈，太沉了。有，真的有，这个事情绝对有，不止10斤，我就感觉。哎，手抬不动吗？就这样。刚去把顶卡住，俺那么吃肉，3分钟就。刚去把顶看着，那是都死了都。现在11点10分钟。13分钟可以结束。刚去把顶卡住。刚去把顶看住。俺那么吃肉。那吃肉？那不是那么。那么。吃肉。葫芦。吃肉。对。啊，那么吃肉。那么吃肉不是吃肉。吃肉？哦，吃肉。哦，刚吃把顶，不么烟到弄个罗马里，俺吃肉。刚吃把顶，撑到了吃了个把顶，吃肉。不没烟到给罗里马里，不没。你妈的个没说呀，不没。你不没烟到给罗里马里，哎，不要放下来，罗里马的，俺吃肉，看着给我鱼，哦，这个说的没毛病，不没烟到弄3把2拿2种人。不让用呢。不要放下来，没有国土吗？没有国土吗？拿上。我垫一下。那我不算啊，重新算啊，凡是不算啊，这个。我垫一下，你怎么那么不懂得人下心什么垫你？咱们什么最啥么个嘞？别你妈了从，不没引导弄罗里马人。你大弄罗里马的？不没引导弄给
烟刀弄给。罗里玛的。罗里玛的。俺那么吃肉西那盖鱼。那么吃肉给下了大嘞。哎。白不是白不是哎。不是白是羊的声音白。你喜欢叫羊的声音吗？你再说一遍。哎。我的气泡一笑。那。吃肉西那。给我鱼。那。这缺啥马着？给啥了马着？菜不是菜。菜不是菜。呸不是。我的气泡。你呸。说。哎，说好好说这缺啥马着？吃啥了马着？臭死了马着不是菜。缺啥马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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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 you read? Let's go. Do you read? Let's go. OK. 大龙得嘞，就是从啥的？什么意思啊？大全龙得嘞，就是从啥的个？刚才在哪里做错了？就是从啥的？大全得龙得嘞。干嘛介绍这些？干嘛这个人啥的？我大全龙嘞，那都有人。你妈了个钟！什么妈了个钟？就是从啥的咋了？哎，就是从啥的了？你慢点，你在叽里咕噜些什么？大就是从啥的妈有？你妈有？什么你妈有？你妈有了个虫！这样可以下？可以下。哦。你不早说？说了，你对谁从啥的？跟你说了，你不听。你看看，刚吃饱的我恨你，你看。没事。我的纤玉指都红了。哦，红了就好。我恨你。哦，谢谢，你也恨我，谢谢。你妈了个钟！你中啊，中的那些全部你中。你中。你早就中了。你刚才就是教我读的那个，那我再发一下音，你再读一次。不读。不，你读一下，我就学那个，我非得学会不行。刚吃八丁。给啊油。那么吃肉。那个什么，那个那还是什么嘛？就是我哎。不是哎。什么哎。但我不想叫，算了。好孩子 ，Good son，Good boy。这里都没有，真的是。那我教你说一个我们家的方言，好不好？母妈。母妈。你辛苦了。母妈，你辛苦了。这个没什么好笑的呀。好宝宝，你也辛苦了。好宝宝，你也辛苦了。
把我放笑，我受不了了，笑死我了。港赤，妈妈就是男朋友的意思。我们家人们知道了，他给我翻译了。男朋友的意思啊？哦，男朋友，你辛苦了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对。那你知道老汉儿是什么意思吗？这肯定知道呀。什么意思啊？爷爷。不是。老汉儿。你说老汉儿，你们辛苦了。老公。啊，对，那你跟我说，老汉儿，你们辛苦了。老汉儿，你们辛苦了。你再说一句老汉儿。不说，你凭什么说？我赢了呀。你说老汉儿，你快说一声。任老傻，你辛苦了。我们说，哎，幺儿乖。啊，那个是孙悟空里面的话呀。啊？什么孙悟空？孙悟空。猪八戒、沙僧、唐僧喇嘛、孙悟空，他们里面有一个女儿们，哎，就这样出来了，有很多女人这样行，高，敲，这样出来了嘛？这些女人说的话。哦，对。嘎嘎来，强，前囊草妈妈在后。哦，对。妈妈在了，对猪八戒嘛。对。你说老汉儿，我爱你。你说。老汉儿，我爱你。幺儿乖。不二乖。乖。不乖。好乖哟。好，谢谢。乖，摸头。什么没有？哎，什么都没有。还有什么话？快教教我，家人们。没有。长大了哈，长大了。那你说，敢不敢说薄皮龙？啊？这个不是个好东西。我们家人们说不用说，好的。这个不说了，还是不说了。你刚才给我叫的那些是不是低俗？没有，绝对不是，一种尊称，确定吗？尊重，对，尊重，绝对不低俗，我不骗你。如果是低俗的话，我就把这个15根虫子不记哦。绝对不低俗，你放心。哦。那我走啦。走呗，拜拜。我走了啊。拜拜，玩得开心。没有实力的话，只能就走呗。我那15根虫草，15斤牛肉，你别忘了。OK，let's go。Let's go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